卖人讲退休的听错为了唔得多主案呢。花样同学会到时会有一对来宾，有意头摆嘅同学完成梦想。今日係哪一鄉親愛請同學嚟圓夢呢？都有眼意用評論而能向下展開一場特別的同學會啦。那它的耳朵比較大，還是亞洲象的比較大？我係葉克成64歲東號動物，我也是一個生態導覽員哈，我非常喜歡動物，所以就希望能夠做終身的動物的導覽志工。我覺得魯拉拉是真的是開啟我人生最重要的一個啟蒙的一個團體。這個幾十年的這個以前的老同學，我們共同再來圓一個夢。我絕對有這個信心，能夠把這個以前的那種活動的靈魂找回來，而且會辦得非常圓滿成功。今日主角同阿玉見面的素材可以匹配到睇動物園哦。現在一個主角葉太哥呢，亦是做過動物園的園長呢。雖然呢退休嘅，唔過伊還係會多做嚟做導覽員，同時落實睇生態教育還有動物保育嘅部分。身份按豐富按奇妙嘅葉太哥，還會有乜嘅想要完成嘅夢想哈？我要嚟問一看啦。歡迎光臨，謝謝。葉太哥啊，伊係導覽員。嗰種導覽員呢，伊呢一天會有特別的服裝嘛，嗰種我會感覺應該唔會貴費錢，很明顯，有啲人嘅打扮感覺都係有睇過。你好，你好。有睇過沒？唔好，我係易容。哦，易容，易容。你已經在工作了。是。都好遊客。對，遊客是香港碰工來的哈。你好哈。請問有冇獅子啊？來，有獅子。Give me five 哈。其實是我養哈，獅子。來哈。因為我們獅子哈，你這邊我們總共是8個區。64歲嘅葉克成太哥，自行學院畢業，做公務人員做為32年，喺19個無強用嘅單位服務過，一直做到2011年，對台北市立動物園園長也控制務退休。貴小動物的伊，大家就喊伊動物爸爸。獅子有沒有尾巴？有。那它有幾隻腳？4隻，答對了，來，聽明白。好，送你一個哈，這是動物爸爸拍的那個熊貓，送給你啊，不客氣。哇，葉太哥按拄好呢哈，按拄好，你去到葉太哥攞來錢，我你大班按貼配，哇，你的背心啊，你還有尾巴，這是什麼的浣熊嗎？不是河狸，浣熊是圓的，那河狸的它是扁平的。那而且你會用這個是因為你喜歡河狸嗎？我非常喜歡，因為它太了不起了。因為我這是你最喜歡的動物嗎？沒有，我最喜歡是長頸鹿。哎，為什麼？因為長頸鹿它的脖子很長，站得很高，好，可以高瞻遠矚。葉太哥，我不要看地圖啦，你直接帶我去逛動物園。好。我唔記得行業送拜落去某個時間。這邊就是我們台灣動物區哦，你看那梅花鹿哈，因為我們是亞熱帶種的這個梅花鹿，所以它的那個顏色會特別豔麗，但像這隻是母的了哈，因為公的會有鹿角，母的就沒有。那你看它很活潑，尤其它最重要梅花鹿的身上就點子很多。哎呀，對，你剛剛不是說要學導覽嗎？對呀。好，那我想我就帶你到我們台灣動物區裡面的台灣獼猴。看到係會耶。對，第一個要導覽，你就要學會，哪一隻是猴王，因為它是社群組織，它可以指揮它的那個大軍隊哦。我覺得我感覺一定係體型會個太嘛，個太雜嘅，還有伊應該會睇個狗嘅素材。所以你真的知道哪一隻？然後我這樣知道啊，我覺得每一隻都一樣。哪一隻？哦，好難哦，我覺得是它。你說它哦？那你想一個國王會不會幫人家服務？不會啊！我跟你講，真的透露一個小秘密，他是被人家服務的。對，我也覺得，可是好難的。剛才要咋？我被服務這隻哈。那我跟你講，這一隻也不是，是不是抓獅子？這隻看起來很特別，很特別，但不是，它單獨。
那我跟你讲，你现在我们看过去，你看有一只被人家服务，有没有？哎，那有没有被服务？哎，那帮扶对，那只就往下转过来那个，那就叫荣哥。荣哥，对，你看他现在，你不要看他，所有的猴子怎样认出是荣哥啊？怎样看得出来？我想荣哥哈，他长得会特别精实强壮，那而且他的其他猴子不敢在他面前把尾巴翘起来，我跟你讲。那他一定会打他，你看他是不是很强壮？大概他现在已经有10几年都称王，还没有被打败。讲到动物，亚太国总是贵有好讲。不过其實而係做研究過後，因為長時間接觸動物，有搭細盲去重拾有關動物的知識，能真正好也動物世界。同時細盲去推廣生態同愛護動物的教育。亞太國人當初參加魯拉拉嘅愛比，唔係很簡單。对，一般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学校的这社团的干部。那再由学校这个做推荐，还有3个很重要的训练，因为它经过这个山训、水训、寒训，在野外求生、溯溪，我们都要。寒训都会很冷，寒训就很冷，对，就合欢山啊，那时候有冰天雪地下雪，披荆斩棘要走出路，你要带队嘛，那么必须一定要经过这样。我告诉你一件事哈，真的我是差点被鲁拉刷掉的。No way， 这个是。你看，保留了已经40多年哦。我是鲁拉拉唯一补考的进去的。嗰種係因為哦，nhà哥哥做好事，nhà哥哥結婚。結婚，哎，我不能不參加。那我後來寫了一封這信。哇塞！你要寫補考，所以這個是這補考就是這個李大哥他批的。那當初因為我在那個服務的時候哈，你知道我有個綽號，人家給我一個綽號，3個字，你想象都想象不到。那我很轟動。好，那3個字叫萬人迷。真的假的？有照片？有照片。你看我們在山上的時候，我還戴這個帽子啊。那說老實話，真的是蠻帥的啊！真謝。那在大崙山莊哈，你看當時我那張照片，戴個墨鏡啊，對，這個是是確實很帥哈，比劉德華都還帥。那這個是我們在報道的時候哈，他們來的。咁有睇過以前一群同學啊，魯咩唔係好教誒？我們在帶活動的時候，並不見得都是自己的本校的同學，因為都救國團。對，救國團，因為他是從各大專院校甄選出來的，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有點小小遺憾了哈。如果能夠再找到以前像我們那些同學，大家一起，可能我覺得那也是算那個圓一個夢，我覺得蠻好的。哦，剛剛呢，錄前嘅世新魯拉拉，叫他來佢同學飛。真的，但我跟他們很久沒有聯絡哦。真的啊？但是我可以嘗試看看，我來找他們。好啊，好啊。呢度愛部讀大學時期嘅吳延曼，也睇過佢初間呢去同頭擺母校嘅成員聯絡，希望是得同鄉校嘅幾條團員共下合作，再個展現一擺魯拉拉服務社團嘅長春熱情。2033年還有睇學生時代聽錯會去嘅素材先講啊。看到扛棒先機人都呢？對啊，先機人，我到了，我跟你講，我可約了邱大哥跟大大。一個也還沒呢。嘿，就是啊，你看看，在這邊都已經在這邊等了嘞。邱大哥跟大大。邱大哥他大大。他是最小的叫大大。大大。對。那我們現在要介紹一個真正的大大。哦，這是我們魯拉拉4期的學長哦。所以以前我們像8期看到4期，我們都。只有立正，不敢稍息，要敬禮。真的4期的是稍息。為什麼會約這裡啊？當然最重要就是我們40幾年前我們的回憶。剛大哥說世新都要來爬，所以傳統。所以你們也有來爬過嗎？我只爬就那一次。那你呢？我也只有一次啊。比較多。社團的第一關就是要走先機岩，學校旁邊嘛，而且那個最主要先機岩，因為它有先機踩過的那個印痕。重釘。對，所以我們一定要來沾染一下神仙的足跡，那才可以保佑我們。
哦，真的，哎，奇怪，为什么我好像没有印象？我没有爬到，我是学妹耶，离开学校。对，怎么会断掉哈？这个又要检讨他上届，那要请学长学姐带我爬一下。对，那你看加上3位1甲子的功力，我们会传输给你。好，那我们准备，学长学姐们先，好冲啊！以前哦，就是吉他最流行会到上面哈，弹吉他、唱歌啊，这样还蛮浪漫的，其实。对，其实对，它是很炫，很炫。以前会弹吉他都真的，很受到欢迎，应该很多人都会学，对不对？对，大家都会哦，大家都要会，所以你们都会，我都会，简单的那个西和弦、D 麦啦，因为在带活动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的，对，是蛮好用的。哦，哇，重温旧梦哦，对啊，哇。拐个弯就到了，哇，高吗？还有啊，好像没有那么高哎，哇，我怎么都忘掉了，感觉有点陡哎，超陡的。对啊，我们以前都以学长为优先的，学长再怎么累啊，对，真的，我很厉害的样子，一定要。你看到了吗？终于到了，我需要做一下。只有狮子哦，真的巨狮亭。那当初参加前知道这个社团有很多辛苦的地方吗？都不知道。哎，对，不知道。所以你们是被推坑的。有点这样感觉，但推了很高兴，因为经过磨练出来以后，真的那感情就大家那个感情不一样。而且这个活动其实影响我们很大，性格啦，然后对于事情的看法啦，对，做事的方式啊。其实以前我是很闭塞的，我站在真的，我学妹不信，我站在交女朋友一把照。哦，不，那是他，那也是鲁拉拉的功劳，鲁拉训练出来的，不是功劳，训练出来的。对，你想想看，那时候我们大概16、17岁而已，对，就是刚从国中或者上大学啊这样子，国高中。对，然后都没有什么经验，可是这个活动就逼着你要在台上带领很多的人，哇，那真的会，你就有点逼着你们成长，对不对？没错，而且快速成长。以前我们都要比团唱歌曲的，对，每人要比赛，对。鲁拉拉唱什么歌？我们就鲁拉拉，然后就是这一首，是不是？啦啦鲁啦啦鲁啦鲁啦嘞，鲁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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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鲁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噜啦嘞。其实刚刚那个是2部，你有没有？对，听起来你们歌声都蛮好的。哦，谢谢啊。所以这就是那个大大的吉他会，是，你看都是灰尘哦。哇，好哎。再次弹一下，还记得吗？那我们唱《偶然》好了。好，唱《偶然》好。那你唱《偶然》好了。好，唱《偶然》好。偶然，就是那么偶然，让我们并肩坐在一起，唱一首我们的歌。纵然不能常相聚，也要常相依。天涯海角不能忘记我们的小秘密。哇，都忘记了，还不全都忘记了。40年后还可以弹这样，蛮厉害，很厉害，真的。我有一些歌本哈，那也是我们鲁拉拉的，对，还有带，那也有带哦，那个哈，但大家不要以为看起来那么新哦，是新买，不是，这留了很久的哈，真的哦，对，这本歌都是鲁拉拉的，有我们你们的秘籍，对，秘籍。那另外呢，因为像我以前哈，我还有一本哈，那我的武功秘籍，这武功秘籍是什么？对，我看你看这个才真厉害，是以前留到现在，留到现在，我会带活动的，对，带活动，对小抄，200多个活动，我把它集中在这边，
所以你看第一页是这样哎，黄黄的了。这个已经这个骗不了人的，对，40几年。传家宝了。传家宝，对。那而且里面我都写得很细。你字蛮好看的。啊，谢谢。哦，那欢呼有什么？哦，欢呼那很多，我们会有一个像，比如说那个夏威夷的叫马噜噜的巴巴里帕里，马噜噜的巴巴里呀帕里，啊嘞哟，画圈圈，啊嘞哟，画小圈圈，啊嘞哩哟，啊嘞哩哟。这是欢呼，对，好特别哦。对，边唱边欢呼。哎，那不会唱歌还真的不能加入鲁拉拉。那原住民其实那个，我觉得它是有个很隽永的故事，是怎样？我们一唱大家就会懂。好，那你看看啊，好，那靠边的是呀拉玛塞，靠边的是呀拉玛塞。靠边的是呀拉玛塞，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开始心脏开始跳了，冰冰嘣嘣，冰嘣嘣，冰冰嘣嘣，冰嘣嘣，啊嘿呦嘿，啊嘿呦嘿。啊唔嘿嘿哟嘿，啊唔嘿嘿，有条歌叫《一比呀呀》，那我们就来试看看，我们就一比呀呀。谈到鲁拉拉，我们这个就眼神就不一样了，就很惊奇的。为什么？因为可以回忆我们这个30-40年前，我们的活动，感觉有很多共同的语言。那个时候突然间就從腦海裡浮現出來，有些活動啦，有些回憶，你跟現在身邊的人可能沒辦法去溝通，可是就是跟棟爸啦、跟邱大哥，3個人在一起的時候，一下就蹦出一個，一下又蹦出一個，就覺得哇，好開心哦！就是我聽你們這樣回憶40年前的魯拉拉，就好像真的你們都很開心哦，就是眼睛都是笑這樣子，好像有很多美好的回憶，又年輕過來。對，然後這次啊。其實葉大哥他有一個小小的願望，對，想要再重溫一下以前魯拉拉帶團，而且其實你們3個人雖然是同樣都是同一所學校，都是世新，可是你們都沒有一起帶團過，從來沒有過。對，然後葉大哥就有在想說，要不要你們3個人一起去帶個團？那邱大哥覺得好好的研究一下咯，研究一下。對象是哇，很想說躍躍欲試，為什麼？因為這個看看我們的寶刀是不是未老。聽到是有點訝異，對，因為我想說已經脫離這麼久了啊，不曉得有沒有辦法。會小小的一些哈，那可能不是緊張，那是比較我覺得複雜的一個那個交叉的一個情緒。那因為不知道他們現在有沒有辦法很快的帶啊這個活動，那有沒有很快的達成一個共識？魯拉拉，魯拉拉。加油！看到咱們魯拉拉太過太極嘅熱情，唔是講我們愛上網去聽有合適來參加嘅團體，韓國一百嘅夢想，韓國家業也太過未來嘅計劃，咪就係生態土壤。因為3萬人特別去到苗栗嘅生態農場，希望去有得為農場主人嘅經驗，來豐富一百嘅團康活動。你看，我們羅大哥在那等我們哦。哦，你看沒有？對，羅大哥。對。我眼叫冇看到鳥，眼叫冇看到，要雙音嚟嘛？介紹一下哈，邱大哥啊，有睇過，啊，這個大，大，那個魯拉拉誒，魯拉拉我有生命體驗過，就那有我年輕的記憶。對，我們也是年輕。對呀，我們這裡佔地大概3分地啦。那大概幾個主題就是咖啡啦，你現在瞄到的就是咖啡啦。啊，這是芭蕉。對，這是芭蕉哈。比較短小。這個我們香蕉哈，給朋友分享之外，我還分享給一種動物。藍雀。藍雀。哎，鳥來它一定要很茂密嘛。對。如果它很空曠，它不來。對。所以營造類似它的環境。拼中蘑菇。哎呀！真的。馬該莎。你馬該莎。我看這臭青母了。
这个锦蛇了哈，这个锦蛇，然后我们有叫臭青母、臭青公，它爱吃鸡的蛋。但是呢，晚上我有点灯，所以它不来，它就跟我抗议说，我身体很痒啊，对，我要脱皮，它要长大，它会在这个草地里面磨蹭，对，这超过1公尺哎，这个在雾社先锋营啊，有啊，有啊，我们要让我们学员去摸蛇。那我们挂一下吧。我不要，吓一跳。我那个时候是很勉强，很勉强，我们就给它回归原来的地方，回归哈大自然。刚刚看到那么多什么咖啡啦，什么香蕉啦，现在让大家动一动啊，好不好？好多鱼哦，捞多少？什么鱼啊？孔雀鱼的，孔雀鱼啊！这我确定，因为其实我也谁要试身手？来，那个生态平衡就是孔雀鱼最棒的。哎，这可以带回去哦。孔雀鱼是不会吃蚊子，但是蚊子会产卵。哦，结那个卵还没有到结节的时候就已经下课了，被它吃掉，被吃掉了。它人间美味，所以它就感谢你。那这个我养这个盖斑斗鱼，它就会吃，它就会吃蚊子。蚊子靠过来产蛋的时候，它还没有产下来，它飞舞当中一着陆，它很厉害哇！因为盖斑斗鱼是更厉害。斗鱼为什么称它斗鱼？那是什么斗鱼？盖斑斗鱼。我觉得这个我们把它加入我们生态导览是最好的啊，因为那个而且你看看这个生态现在已经这个所谓的地球暖化太严重哈，而且那整个生态改变，用这个大自然不要说用这个化学药剂啊，那小朋友如果他们学会了以后推广，那我觉得以后我们生态就会变得非常自然。这要感谢我们罗大哥啊，这提供那么棒的哈，这。说大家分享特别漂亮，是吧？哇，你看，还有，我刚刚有看到一个红色，你看这个超美的，有没有看？而且鱼生长的环境一定要无污染，对不对？对，完全无污染，这个很重要。我看到这里有。来到农場，生產嘢都像學生一樣誒，睇到農場主人認真去學生態土壤，現代土壤還會引又講又創嘅老太哥喊講，生態農場聽錯一單子，讓上一代人學。自家嘅農場嘅漢士講，沒有一啲秘密下過。看到什麼？你們看到什麼？地瓜葉，還有呢？還有，大大你再仔細看。大大你再仔細看，你看，好看。你看什麼？哎呦，你看。邱大哥，而且仔細看哦，來，邱大哥，來，這個，對，白的耶，完全純白的，什麼東西？白蝸牛，對，蝸牛啊，對，白色的哦，因為他出來玩一玩，他也不怕生了哈，我就把他隆重的介紹給園長邱大哥，還有大大，哇，問得好，蝸牛是雌雄同體。真的很漂亮，那个肉你看整个都纯白的这样，身上有土，有没有摸摸看哈？对，它白天里面会躲在土里面，所以你白天来看了，正是它在睡觉的时候。是。但是因为有客人来，我会要怎么办？我就要让它洒一点水。哦，你看它出来，洒一点水，它就会被你打破。天亮了，它就起来了。哎，看，哎，然后它主人你骗我，我又回去睡觉了。就是这样，那是晚上才会出来。它晚上它是夜行性动物。那这个种的地瓜叶有什么作用？当我们如果很没有空、很忙的时候，地瓜叶是它天然的粮食。这个灯叫催情灯。我给它包了红红的以后，它们晚上会意亂情迷啊。參觀黑農場，也嘅成員每天也得到2道生態土壤嘅靈感，三人都會來詳細規劃團康發通了。並有超過40年嘅幾道成員，在個規劃準備，唔知會遇到乜嘅問題冇呢？那第一個我想就是說，因為一般螢火晚會當中考慮的會有幾個元素嘛，譬如說這個動作歌啦、團康啦、這個遊戲啊，對，那我覺得這種互動或是一些小小競賽，我覺得都非常棒。那你看我們是不是要先有一個可以醞釀那個氣氛的歌曲出來？那我們要選哪一首歌嘞？以前那個最重要的，你都忘了嗎？我們那個整個螢火晚會前面一定會有一個神秘黑森林啊，怎麼唱啊？哦，就黑森林，太陽下山，太陽下山，對，試試看哦，我們來練習一下，練習一下。好，陽下山，天黑了。因為說在的。畢竟年紀大了，都會手腳比較不靈光啦，但是串習串了以後，坦白講就很快了。
稍微聊一聊，就把以前那些记忆勾回来以后，就觉得其实好像没什么嘛，就再来一次好啊，再玩一次好了。不能说大紧张、小紧张，因为我们都经过社会历练，这个目标我们希望说能够真的是让这些孩子能够跟我们融入，那我们也能够吸引他们，圆我们的梦，就是说带动他们，然后他们也很喜欢。我们的记性不错耶，这不错嘞，真的。哎，大以前你都很会带那个哈，那个像跟童军的跟补皮鞋那个鞋，那皮鞋刚那个啊，那是不是很有趣？你说的是那个小鞋匠？小鞋匠了。对了，那以前我觉得你带的很棒，那我们就用这个来跟他们互动。你就是说我们带气氛完了以后，再来一个暖身的，对，让他们能够把那个激起他们的那个热情来。因为我都忘了呢。好，没关系，我们试看看。我们就来喽。好，来。哪一个大叮当叮当，哪一个小叮当叮啦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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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年台湾部的研讨论，以从韩系读太好时期的用的，练习已经20年没唱的歌会，为身體嘅練。大家可以到台北來聽流暢，準備遊戲，如係為到聽音樂的真實的團控活動。哎，这个它是一个游乐区啊，那游乐区它里面有提供一些烤肉啦，小朋友玩。哎，我们到了，我们先下车。先下车。好。哇，对你大家来看看哈。好。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我刚刚有跟你们大概介绍嘛哈，这个中江花园这个场地因为3公顷，它非常大，对，所以那今天我想又有大嫂来，那我是最好就是帮忙多一个生力军，多一个生力军，所以我们都要不但勘察哦，要布置哦。那我觉得我们前面这边就有一块这个草地哈。那我觉得我们前面这边就有一块这个草地哈，这中间换。问题的。这个草地，因为它非常宽广平整，团康游戏，这是非常恰当的哈。在那一边哈，可以架设一个就是我最想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教室。那生态这个整个生态。你看这个绿色廊道哈，你看我们从这边这样看过来，你看哈，这边种的非常多的这个植物，它不但有樟树啦，也有芒果树啦，你看水果，你看像这我们看的这个就是这个芒果树嘛哈，那你看还有那个大叶橄榄啊，那还有台湾栾树，我们刚刚看的哈，这个就是生态哈最好的一个导览区，所以我们待会我们也在这边可以做一个那个生态导览，这个我们要立刻准备哦，好吧，2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要跟那些孩子要见面，所以动作要很快，有没有信心？有哈。那我们为我们这次活动，大家一起来打气，我们来，好，1、2、3，3、2、1，加油！好。7組8組33年，陸家教來確認長期嘅規劃同發通嘅相關補辦，我們帶領亞太國拜託我準備嘅土地，用社會書嘅身份，正式參加也歷史悠久嘅魯拉拉團控發通了。亞草農場啊，如係亞太國人呢，底下會群新人呢投籃嘅素材，我冇參加過魯拉拉呢，唔知底下會發生乜嘅事情。啊，亞太國呢，而係豐富我帶到嘅東西。海報紙我唔知一舊冇寫過一個東西嘅，唔知聽書嘅都嘛幾冇喎，可能哦，原來睇嘅入太過，嗨，哦好，藝術過去，好，哎入太過，大大哥，哎這位邱大哥的太太，多一位幫手，哦，還有你來了，你要等你就來，趕快，趕快進行。我屬蛇，哎，為什麼會有這個啊？牛哎，我每年我都辦一個12生肖。哦，猜得出來什麼字嗎？對，什麼字？牛的特性嗎？對，牛的特性。動啊？沒動哦，沒有。努力，努力對，努力上勤，哎，勤什麼？勤奮，對，好厲害。那這邊呢？忠厚老實哦，對，這是老，是的，很難念哦。一種法律講研究，啊，我剛嚟錄來嘅，對，開始工作。你先上，已經有鈎子了，好，我先上去，好，這樣應該可以，對，這可以的。好，哇，那
挂把。哎，刚刚好像他们快要来了，对不对？对，小孩子，那会紧张吗？不会，真的哦，不会紧张哦。我们都是真的，我们都是老姜。哦，鲁拉拉老姜吗？老姜对。啊，不会怕还没有准备好，他们就来了。不会，我们来得及，对，算得很精准。因为我们会不会还有很多事要做？哎呦，还有，哎，我真的我们还有，我们现在在挂画，我跟义勇来，可能邱大哥跟那个大嫂，那你们去布置那个我们那个，好啊，对，那个动物娃娃啊，那套。要太公也按到通货还有囤声音呢，手机系咪？对呀，当然一定要。我们整理这个就拟真的这些动物哈，那你像举例来讲，那这个毛，譬如说有时候我们放在压箱会有点压到，但是哈，我们只要掸一下就立刻活起来了。你看啊，马上变魔术，见证奇迹的时刻，就活起来了，变蓬松，对，会蓬松。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来。那这只怎么办啊？这只一样，这只一样，有一点困难。你要打用力一点。要稍微好，但我们不是这个绝对不是虐待。我们我好像时间不够，结果玩起来了，这样好吗？这样你看哈，啊，你们再去忙，我去睡个午觉好不好？不行，时间来不及了。对，来不及。这感觉还不错。好啦，人家还一周嘛给。那我们赶快，我们去，不要再玩了。好，不要再玩了，不要再玩了，走。我们赶快去那个木台，要搭那个这个萤火架，对，这边有很多木头。好，我们赶快挑一些适合的，我们赶快把它运到那边。用萤火啊，没有？对，萤火，因为那个我们这样很有 feel 呢。对，因为如果是晚上，那就更棒哦，就可以真的点。对。要点多少？我们大概捡个1、2车就够了哈。对。所以你们当初还有学怎么去架这个？要，这个一定要。对，因为应该没有很简单吧？鲁拉拉的，什么都会。我们的鲁拉的特色，对我来，可以这样一拉就可以了。小心，可以好，小心。噜啦啦噜鲁拉啦，我们往这边走，这边啊，鲁拉嘞，噜啦啦，要不要换手呢？真的吗？这不容易哦。好多啊，像迄娘潮，你感觉嗰种伊能轨道太好嘅时期，吼，看好多顺嘅推车，你开始唱嘅鲁拉拉之歌诶，啊，俺们想要去学一下，要用嚟跳嘅潮哦，吼，嗰种嘅跳破，俺像去天数，要用嚟。紧致哦，对，紧致要紧致哦，紧致才会稳，这样可以，要稳。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我们已经带来这个哈，你看红色纸，那像这个，那你把它弄成这样子哈，把它这样皱一下，就有火的感觉，有火的感觉，你看啊，到中间，然后是那个最上面，哦，真的哎，还有分层次，放上面。哦，你看哈，做东风哦，哦，是不是？我看可不可以让他放好，对，我们让他做，这样子，这样正好，这样哈，一种聪明哎，这样哈，哦，这是很有趣，对，很有趣哈，你看，我们现在就赶快着装了哦，欢迎他们喽，时间差不多了呢，差不多了，嘿，你们会紧张吗？不会，很期待，真的，欢迎他们，对，应该很久没有穿这个衣服，然后还要导览了，对不对？哦，你看我这个以前还是40年前的衣服，真的哦。你们继续努力哦，做最后冲刺，看看还有没有给我加强嘛。加油！啊，我先去看看他们来了。好，我先准备一下。俺来加杯啊，因为係太喜樂團的一群伙伴哦，茶葉來耶。你好 ，Hello， 老師好，我是小助手，你们好，你好 ，Hello， 我是小助手蓉蓉，你是？他叫出我是子怡。哦，你们好，我在这边。嗨，海螺姐姐你好。你好，请问你是？我是唐爸爸张纪念堂的季鹏腾爷。哦，所以刚刚是叫你鹏哥吗？对，叫我鹏哥。鹏哥你好。好，那我们到活动的现场，欢迎大家来。真高兴能见到你，满心欢喜地欢迎你，欢迎，我们欢迎你，欢迎，我们欢迎你。
真真高兴能见到你，满心欢喜地欢迎你，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欢迎各位伙伴。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他是动爸，动物爸爸。好，然后还有他的伙伴，这位是大大姐姐，大大姐姐姐叫姐姐哦，姐姐，姐姐好。还有秋秋秋秋哥哥，还有姻缘姐姐姐。今天我们场子就要交给动爸喽，因为动爸有准备很多节目要给大家。好，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可爱哈。这个其实他们也就是上天来的这个天使。那每一个我觉得那个表情，他们是非常的天真跟自然。今天我们刚刚看到他的时候，其实我会害怕他们是很退缩，不想跟我们亲近的。可是我后来发现，后来我们在一些就是活动开始进行一段时间以后，他会过来抓你的手，就我觉得说那个就是我们的关系开始建立了。所以不管如何，我都觉得说啊，这群小朋友心智啊都非常的亲民。动物爸爸有写12个生肖都有，但是你们是哪一个？是哪一个？我们先看看啊，属鸡的是谁？谁举手？哦，是你哈。好，鸡，你看看啊，这是我们甲骨文的鸡，有没有哈？你看以前甲骨文它都会有军列，哎，这是一个鸡，有没有哈？那你看以前那个鸡很可爱，它中间还有颗心，啊，对，还有鸡冠，对不对哈？还有眼睛哈。好，那我们再下一个，你是什么？我属羊。羊，好，来羊，我们来看，你也是羊，对不对？小谢，那我们这个你看哈，那个研究，这个是宽容耐心，所以你很宽容，对人家都很好，你也很有耐心，对不对？你很有耐心哈，所以你这个乐器的时候一定是很有耐心。好，那掌声，好，还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动物？有吧？老虎，老虎，我们看，哎，老虎在这边，好，老虎我们来看。老虎它是非常果断又很慷慨，你对人家都很慷慨啊，都会请人家吃东西，是不是？那可能其他的很慷慨，是不是？哦，分享快乐的把它分享给人家，你把那个你吹陶笛的那音乐分享给人家，是不是很慷慨？好，我为你们掌声鼓励一下啊！那掌声不够，我们要爱的鼓励10000次，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10000次，再来一次，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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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次。好，那现在好，我们要带小朋友还再来看生态。这边有很多泥针的，你看。这边有很多泥针的，你看，那。这个你看有很多动物啊，那我现在问大家，这是叫什么动物？老虎，对。那这个叫什么动物？兔子。那我们抓兔子是不是赶快就把它那个耳朵这样抓起来就好了呢？可不可以？不行。哎呦，你们真的好聪明哦，很有爱心。兔子它的微血管最多，所以我们不能抓耳朵哦，所以我们要怎样？在颈后固定它，然后要从那个拖住它，然后完了以后再用怀抱抱着它，要不要？你抱抱哈，啊，抱抱兔子，好，先给你抱抱，没关系，一只手，啊，这好像那个，来，那这什么动物？哎呦，猫咪，猫咪哈，那你抱抱看啊，那你看是不是正确的？试看看，啊，对，你看抱了好温柔，很好哦，好厉害，对，你喜欢猫咪哈，好，那这个是什么动物？无尾熊啊，那无尾熊呢？它有没有尾巴？有没有尾巴？无尾熊没有尾巴，才会叫无尾熊。它叫无尾熊嘛，对不对啊？那我们让你照顾它，抱抱它啊。好，你很喜欢猫熊，对不对？那我们要让你抱它的妈妈，还是你要抱圆仔？抱的妈妈，好，抱圆圆，好，圆圆，好，要好好照顾它哈，有时候要拖住它哈。端正有氧是动物爸爸，虽然是用做到像正经的动物，不过丰富有趣的内容，确实成功上到一群太新人的注意。咱们还有2033年用心准备的昆虫生态图栏目。石虎的叫声。那我们现在要考大家，让你们去找。那我们这个你看那么多的树哈，都很漂亮。想想这会藏着什么？
那我们现在要开放给大家去找昆虫，好不好？看你们找得到吗？好，那就停在那边哦，让大家去看哦。有什么昆虫我们不讲哦。那你们找到了以后就叫动物爸爸。好，开始哦，开始我们开放。来找一下，找一下。哦，不得了！哦，有没有？你看看，这里有吗？这什么昆虫？哎，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宝贝，我们他已经知道，他讲出他正确的那个，真的很厉害哦。现在我们看到这边很多，对不对？那是什么虫？什么？知道吗？小仙。哦，他也很厉害哎，他好厉害，他们两个都是他先讲哈。那还有呢？再看看这是什么昆虫？金牛。哎，好厉害哦，真的厉害。还有这边，我们再看看有没有飞走，我们看看有没有飞走哈。哎，这边有，这知道，这是什么？对，蛾，好厉害，不是蝴蝶，对不对？蝴蝶跟蛾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翅膀，很好。还有呢，这个脚，它的须，那这活的哦，我们要碰它，它会飞走，你相信吗？你不要好，那我让你不相信的来碰，你要轻轻的。我相信，你相信？跑了，有人跑了。相信。你也相信哈？你看它真的哦，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看看这是什么？什么鱼？什么鱼？我们可以拿金鱼。是金鱼吗？后面来，后面来。这是什么？来，好，孔雀鱼。对，这是孔雀鱼。那还有一种鱼，那叫盖斑斗鱼，那不一样哈。盖斑斗鱼是台湾原生种，我跟你讲，它有一个秘密，它喜欢吃什么？鱼饲料。鱼饲料，哇，对，在你家一定养鱼饲料。如果在大自然的话，可能没有鱼饲料，它会吃什么？水藻，水藻那个哈。那它还会吃什么？我跟你讲，那个蚊子下的蛋，那变成孑孓，它会吃哦。好，那蚊子的蛋它会把它吃掉。好，那所以这样的话，就如果我们家里譬如蚊子很多，我们就可以养什么？养孔雀鱼，养盖斑斗鱼。盖斑斗鱼喜欢吃什么？鱼饲料。在大自然里面哦，不是在家里哦，在大自然它喜欢吃什么？在海岛。真的还有一个我们最怕的，你怕不怕有人去叮你？哦，那是什么？蚊子。对，他不喜欢吃蚊子？连连沙沙嘅土壤，小朋友咪對愛護動物、昆蟲有很高度嘅認識，還畫下2007新冠投放嘅動物世界。2033年頭一擺合作嘅團康活動，咪兩次都開始了。一定要下睇整隊嘅吼，等一下呢，如係魯拉拉青春點咩，真看得出功力的哦吼，如係帶團康。我講過有個東西，其實後邊個太因為我喜歡過強數，唔過呢家是太監冇當，幾多個監嘅吼。我沒想去聽可能是喏，上擺參加安尼團康拍係20人年前呢，你等下帶嘅我很用呢個發圖呢，看下嚟看。太陽下山天黑，明月正上樹上，在寂靜的深夜，貓頭一到山腳。大家好，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要请这一队，你们叫什么队名？1、2、3，老鼠队。好，老鼠队。好，这一队呢？强强棍棍队，强强棍。好，那我们先听老鼠队的队呼，好，3、2、1，1、2、3、4、5、6、7，老鼠爱上你，耶！很厉害哦。那我们再看强强棍队哈，没了，强强棍，我们看他们的队呼，好，1、3、1、2、3，后退吧，后退吧，强强棍队。
们现在开始要进行支援前线的这个比赛啊，哈，很重要哦。2队哈，一个是老鼠队，一个抢棍，对不对？现在开始见证奇迹的时刻，动物爸爸接受宇宙的力量，开始，动物爸爸需要28块，但2个是10块的，是5块的一个，3个是1块钱的，好，要组成拿到前面来，开始哦，好，车上，好，想办法，这高难度哦，来放在动物宝宝手上，放在动物，来放，好，我看，哇，哦，真的，达成。班长，你找出来的，这个多了，不是，没有，一样，刚好，2队都一样哈。那我们现在开始天灵灵地灵灵，接受宇宙的使命，动物爸爸，这个可能要接起天际之线，而且只能用鞋带，我也不知道你们什么鞋带，我开始谁最长就赢了，开始，鞋带哦，只能鞋带哦，等鞋带哦。我知道他们是16岁嘛，哈，可是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就跟小朋友一样，非常的投入，该喊、该叫、该跳的时候，而且很认真的。像我们在支援前线的时候，说要拔鞋带的时候，我的鞋带拔不出来，他们就过来说：“我帮你拔。”好几个小朋友拔我的鞋带。他们很欢乐，因为毕竟说实在的，跟老师上课不一样，因为我们毕竟是又唱啊，又笑啊，然后又欢乐啊，所以呢，感觉我们融在一起了。我发觉非常认真。那我们当时他们要那个鞋带说接最长的时候，他们丝毫没有考虑到，就真的把自己鞋子那全部都拿下来，然后那个接，而且他们没有考虑到他到时候回去他有没有办法再把那个鞋子系好。完全他觉得说，我参加这个，他绝对就是那个这个我就没有隐藏，把他自己完全就掏出贡献给这个团队。3、2、1，开始行动！最长，最长哦，接过去哦。哦，我们看谁能够接最长。2秒、1秒，时间到，好，来，评审总评审谁最长？哇，刚好你们的起点都一样，那很明显啊，这次是抢棍最长。我最棒，抢棍最棒。1、2、3、4、5、6、7，老鼠爱大米，哪一个大叮当叮当？哪一个小叮当叮当？哪一个大叮当叮当？哪一个小叮当叮当？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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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哦，大家都拿出自己的宝贝陶笛了。是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了吗？等一下。开始了是，好，没关系，老师就开始吧。好，所以我们要吹什么？月亮代表的。哦，好棒哦，耶！豆白一定很棒。代表我，那我们就开始喽。OK。好。其实说实话哈，因为我也没想到说，40几年后，我还不止40年啊。我觉得，因为我们想说完成一个心愿，一个圆梦，所以我就感觉说，我又回到那个大概20郎当岁哈，那大学时代的那个情景。那我觉得，我觉得最惊奇的是，居然我们可以把以前的那些游戏都带回来，而经过很快的一个整合，我们就能够带动这个现场的这个团队。但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哈，那大家都像我的名字一样哈，因为我叫叶杰生嘛，那每一个人都能够有
非常杰出的表现，也能够创造杰出的一生，带给社会一个更正向爱的力量。